喺中半山咧要數咧超過2000尺，最多成交量嘅屋苑咧，肯定咧過去一年最多就係呢度嘅竹林苑啦。今日咧帶大家咧再次嚟到竹林苑，因為咧發展商咧有一個最後一間高層嘅全新裝修嘅示範單位。個人覺得咧係成個中半山咧數一數二咧大單位之中咧最高性價比嘅單位。喺大門入嚟咧，呢個玄關位側邊咧，右手邊咧已經可以見到兩邊嘅空間啦，可以做啲鞋櫃啊或者儲物櫃。而左手邊咧有一個客廁咧，發展商咧已經做咗全新裝修，出到嚟咧就係成個客飯廳嘅位置。可以見到咧客飯廳咧個感覺咧係非常霸氣、非常實用。喺飯廳呢邊咧可以放個大圓台啦，可以坐到好多人，而且咧飯廳呢邊咧側邊咧仲有個對流窗。再到嚟咧，客廳呢邊咧，可以見到咧，本身梳化同埋電視機嘅距離感咧，其實係非常寬闊嘅，非常有空間感。而且客廳呢邊咧，都分有2個對流窗咧，可以增加採光啦。而且兩邊窗咧都可以欣賞到咧遠處嘅東半山跑馬地景觀啦，以及咧前面成個灣仔嘅城市景觀。呢個單位咧係發展商啱啱做好嘅全新裝修嘅示範單位咧，而且係唯一一間，最後一間咧係有裝修，因為其他咧大部分年租約咧都係比較舊嘅裝修。呢度咧發展商咧已經換過晒啲冷氣，做埋假天花下地板啊，油過晒油，成個單位咧都係全新裝修交俾你。再到嚟廚房啦，舊則咧就係唔同，就係非常實用，可以見到成個廚房咧都有多個工作台面啦，而且咧好多儲存空間，而且咧呢度咧發展商咧已經咧配備咗好多呢啲全新嘅電器啦，包括基本嘅爐具啊，而且咧比較驚喜咧，仲有一個紅酒櫃同埋洗碗碟機，而且咧隔離咧仲有一個雙門嘅大雪櫃。再嚟到廚房後面咧，就係一個工人嘅工作間啦。咁工人咧喺度咧做嘢咧，就唔會打擾到主人啦。同埋側邊咧發展商咧都增加咗啲儲物空間啦。咁呢啲通常咧好多時咧舊則先見到。咁再入面咧就係一個工人嘅套房。咁工人套房咧空間咧都係非常大。呢度咧基本上咧可以住2、3個工人都冇問題。成個單位咧接近2200尺咧，係一個4房1套嘅設計。我哋再嚟到睡房區啦，可以見到咧右手邊咧呢度本身有個客廁啦，咁你可以見到咧全新裝修過咧，其實用料咧都非常不錯，而且咧個空間都幾大，因為裡面咧仲有個企缸啊、淋浴啊都可以做到。走廊啦，右手邊咧呢度有間細細地嘅空間咧，可以做一個雜物房。首先咧，我哋嚟參觀第一個睡房嘅位置啦。每間睡房嘅空間感咧，我覺得都係非常好嘅。喺呢度咧側邊咧每間房咧都預留咗一個做衣櫃嘅位置，而且呢度間隔上咧發展商再次調整過。呢度咧第一間房咧有一個三角嘅轉角窗咧，可以增加採光。
再入到嚟咧就一次過介紹咧另外兩間向南嘅睡房。咁同樣咧呢啲間隔上咧有調整過咧，呢度咧本身咧都預留咗衣帽間嘅位置啦。咁呢度咧望出去個 view 咧就冇前面咁差少少，但呢度咧都可以望到一個遠處嘅山景。間細睡房咧，同樣一個向南山景啦。咁呢間咧，同樣預留咗一個衣櫃嘅位置咧，同埋發展商咧喺度咧做咗個樣板，可以見到咧儲物空間咧算幾多，而且比較深。最後咧，我哋嚟到呢個主人房空間。其實主人房咧係呢個成個單位咧，我最喜愛嘅一個部分，因為咧呢度嘅主人房空間感真係非常好。可以見到咧，發展商本身咧已經做好咗啲櫃俾啦，有兩邊嘅衣帽間嘅位置啦，都係非常足夠嘅。就算做呢兩排衣櫃之後咧，成個主人房嘅空間感咧仲係咁好，仲係一個咁巨型嘅主人房。呢度咧有一個3面嘅採光玻璃啦，可以利用呢個空間咧做一個閱讀區啊，或者一個放按摩椅嘅位置咧，喺度享受自己嘅私人空間。喺主人房中間呢個位置咧，就算放一個 king size 嘅大床咧，做咗3邊落床之後咧，側邊都仲有好多空間，例如側邊可以做一個梳妝台或者書台嘅位置。到呢個主人房嘅洗手間啦，咁咧主人房洗手間發展商都好細心啦，做一個雙洗手盤，而且裏面咧有一個浴缸同埋一個企缸嘅位置。睇完呢個單位咧，如果有興趣睇樓咧，或者攞多啲資料，朋友可以聯絡片中嘅電話。咁要睇完呢段片嘅朋友咧，希望多多支持，可以訂閱我嘅頻道。我哋下次再見。